咱知影讲228发生的时阵，当然是踮咧台北市无毋对啦。但是台北县也好啦，基隆也好啦，新竹也好啦，甚至诚远的所在嘉义嘛是照常受到影响啊。因为咱捌讲过，自从国民党来接受台湾了后，台湾人民的痛苦是全面性的嘛。是。所以一旦讲若有消息透露出去，我拄则嘛解释讲，这毋是小天啊，这已经是大家认为讲有迄个需要，都爱抗争，才有机会通生存活落去。无毋对，因为嘉义有较远一点嘛啦。所以欢迎较晚2天啊。是。3月初1即天就开始有人伫嘉义遐伫咧画口号啊。画什么口号？就是讲拍阿山啊啦，拍遮贪官污吏啦。结果的时阵，咱知影讲，遮的少年家全部是按台中啦，或者是中华来的啦。因为消息传出来了后，真侪嘉义市民讲好来放火烧外省的市长或者孙志进因兜啦。这孙市长看情势不妙，按枪爬出去，就逃亡啦。但人踮咧后壁啉呢，伊算走袂离开卡啦。刷落的时阵，加载市的参议员啦、林波，这人去甲救呢。无即声叫大人掠着，迄毋是安尼讲的。所以了后，孙市长怎逃去倒呢？宪兵队立起来啦。踮咧孙市长逃亡的同时嘉义市的这民众开始掠讲啦，看到外省人就拍啦，都甲摸啦，甚至因去包围警察局，甲警察遐枪拢甲接收啦。因为一寡警察想好大人你掠讲无紧选要哪会使所以派出所煞现空赢啦。在这时阵规个嘉义市区足乱的啦。即摆关算讲一寡警察机关、公家单位，拢互即个嘉义市民甲接管对。是，拢甲北部拢共款就对啦。了后，因为为了要维持这秩序3月初3嘉义人就召开这市民大会啦。甲台北共款，成立这个嘉义市228事件处理委员会。这是由这个三民主义青年团这个筹备主任或者陈富志、陈福志来担任主任委员。这个陈福志日后原来是228的受难者。是，嘛是死甲真凄惨就对啦。这嘉义方面是原来乱甲有村村有通好卖安尼啦。所以处理委员会经过几落点真久的参详了后，因就决定要接管这明阳电台，而且因要照着这款放送，向全市或者是全台湾各地要募集这志愿军所以在这个放送的呼吁之下，布袋也好啦，破子也好啦，斗六啦，台中足侪人马拢来嘉义响应。当时镇守踮咧东门町的，这是第一营的营长或者罗迪光啦。孙市长就甲要求讲，你无入来嘉义市区镇压这声咱政府真危险。结果因为这个军队介入的关系，咱知影军队有枪有枪支会拍伤人所以处理委员会因就派参议员去宪兵队去谈判，希望讲大家来和平解决啦。但是问题讲双方面的条件差伤远啦，煞无法度通过妥协。在这一天的时阵，来嘉义这所有支援的人马总共有3000个人，因就开始去攻击宪兵队啦、红门边的这个火药库啦，甲水上飞行机场东门顶的军营。在3月初3暗时9点，市政府嘛去互咱台湾人甲接收啦。所有的外省籍的警察，在因局长或者林天刚的带领之下，就退去东门顶的这个军营去灭就对啦。嘉义未是乱这个新店是又较乱。这乱的情形，若要详细讲3天都讲袂焦掉啦。所以咱即摆是限伫时间都无介济，所以咱重点来甲讲，当2月28台北遐开始咧暴动消息传来新店的时阵，就原来有人伫咧摩拳擦掌有影这一年外来，互外省的这欺负太忝咧，所以即摆若伫公开场所看到外省的就怕呢。一直到翻转港的3月初1，一部分人就安尼游行啦、演讲啦，也是修理外省人啦。当然上重要目标就是要修理这食钱的高官，像讲踮咧县长因兜，
就超出300几万的现金嘛。啊，这个4红的民政局长因兜超出600几万的现金嘛。咱伫遮做一个解释，朱文平这个馆长，伊是来做馆长才2个多月若定。啊，若这个民政局长啊，伊做1年外尔定，因竟然厝诶有遮侪钱，啊，佫算袂了诶，这个粮食米粮罐头，这台湾人民哪会袂愤怒，哪会袂怨叹？今仔日台湾人是艰苦啊，贵要掠去，啊，但是这个高官，因兜诶物件是食到有通囥互身高啦，所以人民诶怨愤是已经到了极点啊。是，所以下时阵真侪外省人去互新竹人拍嘛，而且新竹人讲要去进攻法院啦，甚至市政府佮要放火去烧这公务人员的这宿舍啊。郭少宗这市长啊，真紧张啦，讲哇，台湾人打一声歹掠啊，就对啦。啊，伊就命令警察甲宪兵部队出动去镇压，要保护这外省人啊。啊，3月初2下昼3点左右，兵啊，若警察行到旭顶附近的时阵，甲台湾人去撞着啦。啊，听讲啊，这台湾人先开枪啦，威胁兵啊，一定都要甲这枪交出来。啊，宪兵啦，警察就开始用机关枪扫射落扫，当场新竹人去用拍死的有8个人，啊，去用拍着伤的有18个人。这当然这是官方伊的调查是安尼啦。啊，等到3月初2的黄昏啊，新竹人因就成立一个叫做228事件处理委员会的新竹市的分会，啊，准备要料理这善后的工作。啊，因就向这孙市长提出2个要求：第一，开枪这个人拢都要严厉来甲办理；第二，就是讲兵啊一定要退出这市区，不准踮咧市区安尼随便开枪啦。但是各市长拢无咧参与就对啦。等到3月初4，处理委员会开会啊，决定要互学生啦，还是讲这个老师组织治安队来维持规个新竹市的秩序啦。而且要求市政府一定都要发武器，互这个学生来应用。当然啦，这是在新竹这段时间所发生的大概的经过。但是新竹3月初3有发生惊天动地的代志哦。安尼啊？因为陈仪伊进前有为南部调军队要来北部镇压，但是这个开火车的司机是一个台湾人，伊知影官方的用意是安尼。所以伊到新竹的时阵啊，就落车绕跑啊！啊，军队内底无人会晓开火车，所以这个军队啊，无法度顺利前进来到北部，就踮咧新竹住落来。因认为讲为台北来甲新竹人煽动这学生啊，一定是住伫咧女社，所以目标向市区的女社去找。果然，这为台北来这青年学生，若较歹运的，互因找着。拢遭受到国民党军队残忍的杀害。伫新竹这款的情形，其他的地区像讲台中、彰化、员林、虎尾、斗六、高雄、屏东，因讲14月啊，逐位都无平静啦，逐位拢伫咧乱着对啊。即摆咱搁来讲倒转来，这个是这228的中心点。就是讲，这台北成立的这处理委员会，伊每一个时间拢甲官方有接触。3月初4的情形，处理委员会毋知佮处理什么款代志吼。咱知3月初4了，规个台湾全岛愈来愈平静啦。这是什么原因？真简单啊，台湾人提出来要求，同意拢答应啊。人都答应啊，咱就无啥物通起巧啊。无毋对。所以上班咧开始恢复上班，交通也恢复秩序啊，上课啊，哪去读册啊？一直到3月初5，情形就是安尼。所以拍外省人迄款情形嘛，愈来愈少啊。这一定要愈来愈少。但是咱即群来讲内底一个缺点，就是讲3月初3甲3月初4啊，因为全省各县市拢成立这地方的处理委员会。所以当伊甲这时阵真可怜是安怎？伊讲的这命令无一个人咧遵守，因为全岛大家拢听啥物啊？听台北市省的处理委员会的命令呢，所以伊规个行政长官公署的权力全部被架空啊。当伊即群伊感觉讲
我过去一直想要用这分化政策来分化恁台湾人，但是这款的野心甲目的并无完成啊。伊当分化的嘛，是伊住在的地区，就是敢若台北这总军头那点嘛。是，吼，所以照你所讲的，就是讲，伊有法度掌握的是处理委员会，这省级的处理委员会对了。其他伊哪有法度哪管？其他地方拢是台北市里管的呢。若要讲伊可怜，你拄则讲伊可怜，我是感觉是讲伊头疼啦。对啦，他看个摸笑啦。嘿，等到3月初6的下晡啊，处理委员会伊就踮咧中山堂补开正式的成立大会，啊，主席是王添丁先生啊。啊，在这边会议，伊同重要决定就是讲，由王添丁向中外来公布。啊，公布啥物啊？就是讲，所谓228事件的真相的传闻。因为在迄阵啊，整个中国也好啦，也是讲世界各国，因拢无了解到底228是安怎发生的啊。啊，所以宣传组的组长王添丁讲，咱应该有这款义务，互全世界人拢知影讲。到底是安怎台湾会发生这款的事件？这篇文章主要内容是要说明处理委员会因努力的目标是要啥物啊？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政治的改革，唔是要摆脱外省同胞，参与改善本省的政治。所以在安尼伊解释完了，伊佫提出一个会使讲轰动武林、惊动万教的一个对事件处理方式。啊，这就是所谓政治大纲甲这处理大纲就对啦。啊，这处理大纲总共有32条。啊，这32条我简单大约小解释一下，就是讲，因希望政府在各地武装部队马上就要改度武器，袂使随便开枪啦。啊，因劝告政府唔好佮动兵力，换准啦，甲这兵力杀来台湾。来镇压的时阵，恐惊会引起更加一步的浪费的斗争啊！伊是在这个对目前的处理，伊有这款的提案。啊，对这个根本处理方面，在军事上，伊讲无受过教育或者是训练的这个军队啊，绝对袂使来台湾的。啊，咱台湾无人自首要安怎？就是用台湾人来做台湾兵啊，来防守本岛。啊，这是伊踮咧军事上，伊有这款的看法。啊，政治方面呢，县市长就要踮咧今年的6月以前实施民选。啊，县市的参议会同时嘛都要改选。其他亲像讲，国厅啦，或者是处长啦、警务处长啦、各县市的警察局长，拢都要本省人、咱台湾人来担任。啊，军队咧除非军队的番人以外，你袂使随便掠一般的百姓。啊，刷落伊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要求，就是都要甲这专卖局甲贸易局全部取消，因为这是引起228同重要和台湾人起码同歹两个机关就对啦。王添丁整理这32条，实际上啊，就是目前台湾人民上界迫切的需要啊。无毋对，3月初6的时阵。暗时8点半，同伊阁做向台湾省第3遍的公布啦。但伊的公布是真稀罕吼，咱讲过伊若有需要，伊就出来作秀。啊，但伊即个公布的内容，我替伊表达一下吼，虽然是敢若替伊表达尔，我即马感觉衰衰啊呢，替伊发言感觉足衰啊呢。但伊是安尼讲台湾同胞，为2月28台北事件发生了后。我有2届公布，也有宣布这个和平的解决的办法。台北方面经过这几天县警甲地方人士共同的努力，秩序已经安定啊，其他各县市也已经慢慢恢复平静啊，相信无偌久就会当恢复原状。也毋过，大家所关心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安怎来改善政治的问题。要改善政治的问题啊，事先爱先调整人数，关于这点我嘛有考虑过哈，所以即马将我的意思真坦白诚恳，甲大家来回一个。第一，就是讲关系这个行政长官公署嘛有甲中央请示过啊，想要来甲改造这个省政府。若改造的时阵啊，
省府的委员啦、各厅长啦，尽量要用台湾人。第二个重点就是讲，县市政府定伫7月初1要举行直接的民选，未举行直接民选进前，大家会反映呢。若是讲倒一个县市长做了无好、无下用，嘛用甲罢免呢吼，而且用个为这个参议会遐推举3名，其中才来选1名来代理做县市长。但伊安尼讲，就是讲表示伊已经是12万分的成困啦。但伊向拢伫咧伊重点讲了后，会来一段真感性的心声啦吼。意思就是安尼讲，我听讲，因为这奸匪的煽动，地事甲有一寡咱台湾同胞吼，拢安尼会牵线。我希望讲，大家爱信赖政府。千万都唔通轻信谣言。中华民族最大的德行就是宽待，袂讲以怨报怨。所以对着咱家己的台湾同胞，嘛是会发挥上界宽待的美德。而且伫咧下晡我已经调集本市的公告人员有甲因讲过吼，爱因发挥咱中华民族上界宽待德行，袂记咧即届悲痛的事件，爱甲本省同胞相亲相爱，精神团结，关系政治问题解决，这个原则办法我已经拢甲恁讲一定会实行的。今后大家都要赶紧定静落来，协助政府恢复秩序，解决粮食的问题，准备改组省级政府以及民选各县市长。我绝对是言而有信，我绝对讲话负责。伫经过即届沉痛的经验了后，希望政府甲人民共同争取安定繁荣、快乐和平的生活。这就是单义的精神讲话，感性的宣言就对了。真感性的一段宣言。讲这是咧，当你在这款软性的诉求的背后，到底是毋是有阴谋存在啊？抑个有阴谋，就爱行家才有法度来甲解读啊。当然啦，我读历史有一个经验，就是讲中国官员是全世界通后讲白贼的啦。因的话你若要听，会死甲真凄惨。按这段历史，咱看会出来，嘛会使来做一个真好的证明啦。因为在伊这个感性的宣言的背后，在当时的3月初6当时已经向蒋介石提出一个关系228事件的详细报告，而且伊阁派省党部的主任委员或者李义忠在3月初7坐飞行机去南京，向蒋介石详细来说明。在伊互蒋介石的这封批信内底讲啥物呢？伊特别强调讲，在228事变发生了后，奸党就是指这共产党啦，甲日据时代这御用绅士甲罗马友趁机会踮咧后壁咧塞弄，摆脱外省人，反抗政府像这外省兵枪刀啦，包围县市政府。由此可见这毋是普通的暴动呢，这是有计划，而且是有组织的一种的叛乱行为所以伊向蒋介石讲，这一定都要严加惩治，应无异议伊认为讲，伊上任了后一方面就是因为台湾国民党的兵伤少嘛，伊毋才会遮软正想袂到有代志抓甲遮大条所以伊认为讲，一定都要派大军来台湾，对这奸党乱徒需要以武力来消灭，不能容其存在所以伊要求蒋介石至少都要派国军2个师来台湾镇压这是我拄有所讲的。在当时款的甜言蜜语的这款感性的宣言的背后是啥物这是存在真大真凶恶的一个阴谋就对啦。惊死人！一方面已经是
叫蒋介石派兵要来镇压啊，一方面甲所有的台湾人安尼甜言蜜语骗啊戆戆说。所以讲，若了解这中国官员的真面目吼，你真正会惊死啊！会调调就对啦。啊，这太恐怖咧！但伊的恐怖毋是干那安尼呢，嘿，伊佫派这鸟白啊入去处理委员会里交了啊。哦，所以在3月初7下晡拄咧开大会的时阵啊，安那有遮西西派啦、军统派啦，或者是遮特务人员呐。大家都咧起哄啊，乱纷纷啊。本来32条，佫加速10条你内底啦。这10条尾啊，煞变做当时啊，在台军开来台湾的时阵，大开杀戒一个借口啦。哦，这10条，用来讲是真致命伤就对啦。致命伤。这个致命伤实际上就是单于派人入去这处理委员会了乱的，实际上这原本的毋是台湾人民争取的重点。拢单于安排这鸟白啊去处理的就对啦。实在是敢若鬼同款有够恐怖的。这重点就是讲譬如要求讲本省的陆海空军应该尽量采用本省人啦。劳动营甲其他无必要的机构废止或者合并，应该由处理委员会政务局检讨决定。嘛，佫有要求讲，警备总司令部应该马上撤销，以免军权滥用。嘛，要求讲，伫本年6月初1开始，都要实施劳动保护法。佫要求本省人的战犯甲汉奸嫌疑被拘留的，都要无条件即时释放。当然，这内容拢毋是台湾人要求的，都是单于派鸟白啊来处理委员会了乱，讲32条无够毋着卖尾，都要争取较多咧，着加增加一寡条文。这就是日后单于用这做证据，讲可见恁台湾人就是要谋反嘛。对啊，要造反啊。用这理由，所以伊就安尼滥杀无辜变有理了对啊。无毋对，其实我所研究的在这段是真精彩啦，会使看出来中国统治者的根本的统治术啦。因为安怎呢？这42条的这大纲在3月初7的下晡通过了后，到了4点外的时阵。都黄兆勤啦、王添丁啦，这个人甲这42条的这条文提起互党议，希望党议有法度通过接受。党议一个看了，气一个读甲青年，就甲这个条文弹出去3尺以外，这是历史顶头安尼写的就对啦。安尼真奇怪呢！进前咱讲党议对着台湾人民提出的要求拢表示讲愿意尽力去配合。姿势当作假嘛个即摆雄雄热面翻脸像翻书一样的，是安怎态度转变遮尔紧，实在使人百思无解呀。